再做吧。不，行了，给吧，给了，就这个。给吧。不，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名字写上908。哎呀，再是可以点的嘛。够了，这边已经没事。对 ，OK 了。因为我收购过了，我已经超出面了，我收购了。OK。这样子的。行啦。冬蟲夏草又稱軟黃金，可見其珍貴程度十分之高，屬珍貴嘅藥材類別。大家都知道，有啲人以為冬蟲夏草係兩種藥材，其實佢哋係誤解咗。咁點解又叫冬蟲夏草呢？就等我哋為你詳細解釋一下啦。現時無論東西方人士都極度推崇冬蟲夏草呢種珍貴食療藥材。其實冬蟲夏草佢又唔係蟲，佢又唔係草。因為冬蟲夏草嘅形成相當特別，而家就等我為大家介紹一下啦。原條冬蟲夏草分開3個部分，指草頭、頭同埋尾，中間菌絲體共有8對腳。寒冬過去，和暖嘅春天來臨。呢個時候，吸盡蝙蝠幼蟲精華嘅麥角真菌就會破土而出，長成草徑，鑽出地面，所以就被叫做冬蟲夏草啦。因為冬蟲夏草寄生於海拔4000米高原地帶，天氣越嚴寒，蟲體會越粗壯，而不同產區嘅冬蟲夏草形狀、顏色、尾巴及長短及蟲體嘅硬身程度均有明顯嘅分別。大家都明白到冬蟲夏草要經過整個冬天嚟醞釀，每年喺西藏青海高寒地區只有5至7月融雪後才會出現，而且冬蟲夏草嘅草柄只有幾厘米露出地面，就連土生土長嘅西藏牧藏民一日最多可以揾到6至7條。由於產量稀少，採集又困難，所以野生冬蟲夏草就十分珍貴啦。哇，不錯啊！哇，厲害厲害！厲害厲害！
冬蟲夏草屬天然珍貴藥材，絕不含化學成分，用嚟調理身體療效顯著，又冇副作用，所以好受民眾歡迎。冬蟲夏草有效成分及功效：蟲草多糖，提高免疫力，抵禦肝炎及流感；蟲草酸，幫助降血糖、血脂、膽固醇及有助擴張血管；腺苷類，減少壞細胞生長，提高血液含氧量；礦物質硒、鋅、鈉、鈣、鉀、鎂、銅、錳、鐵、鋁及鉻，為人體所需微量元素。这是按说在我们这边颜色属于是水系不错，但是。食用方法：用作燉湯，具有滋補腎肺、養陰益血嘅食療效用。冬蟲夏草存放於家庭雪櫃，如預算較長食用時間，建議封好放入雪櫃冰格為佳。冬蟲夏草適合人士、兒童，預防小朋友患上哮喘、支氣管炎等問題。運動人士，冬蟲夏草可保養血管嘅健康，舒張血管，讓氧氣流入身體。上班族，工作壓力大，精神疲勞。長期病患者，對支氣管炎、氣喘及心臟虛弱人士。長者，可增強體質，延緩衰老。蟲草城採購人員不惜遠赴西藏青海，直接採購優質冬蟲夏草，經嚴格挑選及包裝後，直接在全美國蟲草城店內售賣，保證價錢最平，質量最好。蟲草城俾你嘅係信心保證。